新一份預算案嘅主題係創科驅動、金融賦能、多元發展、關愛惠民，主要聚焦喺提速推進人工智能同加速北部都會區發展。過去3個財政年度錄得巨額赤字。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，全球貿易緊張局勢略為緩和，政府財政轉虧為盈，綜合帳目由預算670億赤字轉為錄得29億盈餘。住宅物業市場回穩，但商業物業市場仍相對疲弱，地價收入處於低水平，預算為175億，較原先預期減少35億。而印花稅收入就較原先增加319億至995億，利得稅較預算增加168億，而薪俸稅收入保持平穩，修訂預算分別為2090億同970億。政府整體收入有6888億，較預算高4.5%。過去1年，經濟同埋資本市場向好，令稅收增加。加上強化版財政整合計劃漸見成效，本港嘅公共財政狀況改善較預期快，年度嘅經營帳目恢復盈餘，綜合帳目以及發債所得亦都提早恢復平衡，讓我哋可以喺力所能及嘅範圍內，可以適度增加對市民同埋中小企嘅支援。政府估計下年度總收入為7652億。又預料地價同印花稅收入會有上升嘅趨勢，分別有180億同1010億。預計綜合盈餘為221億，財政儲備將上升至6793億。另外，預算案聚焦創新科技，包括成立 AI 加語產業發展策略委員會，帶動產業轉型，並將撥款5000萬邀公營機構、科企、大專院校籌辦 AI 課程同活動，而僱員再培訓局將升格為技能提升局，提供 AI 應用培訓。預算案亦建議撥款2億推出北都城鄉共融基金先導計劃，鼓勵非政府組織同團體推展鄉郊旅遊項目，並就河套香港園區、新田科技城同洪水橋新發展區向立法會各申請100億注資，以發展北都多個發展區。說在線記者陳遠君報導。